就代表国民党来参选的韩国瑜，透早互问到这个问题时阵，韩国瑜也表示讲祝福，蔡英文也讲良性的竞争，互民主更加深化。面对台北市长郭文哲要组政党，这可能会影响到明年的选举。总统蔡英文下这公开回应讲，良性的竞争会当互民主更加深化，嘛呼吁政党政治人物对内竞争，对外爱团结。良性的竞争可以让我们民主更深化啊，政治也更贴近民意啊。那民主的多元发展一直是我们必须是共同去支持的哈。我们内部是竞争，但是我们对外是要团结一致来保护台湾的主权跟民主啊。总统蔡英文嘛强调讲，今年初中国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伊要呼吁台湾的民主袂当换，中华民国的主权袂当多，所有政党甲政治人物对外爱团结。那郭文哲下这接受访问的时，是暗示讲高雄市长韩国瑜打造市长无偌久就走去选总统，是不正常的社会现象。针对这件代志，韩国瑜低调无要回应，只有针对郭文哲主动表达祝福。家族今天要会代职参选是不幸的社会现象。谢谢。还有嘞，那柯 P 这个政党是台湾民众党，它的政治能量会比较大，可能期待柯 P 市长要更告诉台湾人民，他要追求的理想跟方向。那我在这里是尊重跟祝福。韩国瑜嘛坦白讲，郭文哲组政党是一个正大力量，就惊郭文哲后一步是甲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合作，做伙去拼2010总统大选。因为目前郭台铭已经返来台湾，韩国瑜表示讲，伊是希望会当量早去拜访郭台铭，希望甲南军整合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力量内部出现着意见无共的问题。立委林昌祖、洪志阳今仔日伫党中央开决策委员会时阵，先来离开。林昌祖下晡随来宣布退党，用无党籍的身份要来选立委。立委洪志阳下晡也伫记者会表示讲，会继续留伫党内来拍拼看卖。我声明，即刻退出时代力量。以无党籍的身份投入中正万华的立委选战。时代力量党今日开会讨论党的路线问题，但是林昌祖、洪志阳会才开一半，两个人就先离开。结果今日下晡，林昌祖就宣布退出时代力量党，要以无党籍的身份参选立委。基于台湾的国家利益，总统候选人支持蔡英文连任。第三，将着手促成包括中正万华在内台湾所有进步阵营的跨党派协调共议，建立一个新模式，推出每一个选区的最强候选人。林昌祖表示，总统选举要到啊，袂当阁调伫路线无清楚的问题面顶，所以选择离开，嘛希望就安尼，互党中央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另外，伊嘛表示讲，目前无考虑加入民进党，或者是郭文哲的台湾民众党。外界同款关心洪志阳未来暗算安怎样，伊表示尊重林昌祖的决定，但是伊对于时代力量感觉真唔甘，会继续留伫党内拍拼。这个阶段，我还是想要继续努力看看。当然，其实我跟长佐也有讨论过，是不是要一起共同进退。但是其实我一直知道，我们大家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我们当然希望在这一次的大选里面，蔡英文总统能够继续延续本土政权。在国会里面，我们希望让时代力量能够成为关键的少数。时代力量发生路线争议，立委黄国昌捌讲过，若是时代力量变成小力小绿，就会离开党。另外，部分议员伫党内发起联署，要求党中央爱赶紧表态支持总统蔡英文。即马林昌祖选择离开，党内要安怎样整合指挥，外界拢伫关心。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暂停中国旅客来台湾自由行的签证，但国内业者也惊讲规个经济规模拢会来大落，因为自9月开始，全台湾的旅游业、餐厅、百货公司拢会受到真大影响。中国官方限制旅客来台自由行，直接冲击台湾旅宿、餐饮甲百货业。拢是客满旅客台湾夜市小吃，亲像台北宁夏夜市、甲台中逢甲夜市，为了自由行的旅客，拢设付支付宝，如今大团是白砖啊。
由北投运船餐饮业者热天小月靠着自由行入去，如今全面限制袂当来台湾，有个客源将会落6-7成。因为8月份其实是那个北投地区算是在台湾算是淡季，所以其实我们看一下我们8月份的定位状况，大概70%都是大陆的客人。那如果说自由行这一块没有的话，就表示我们是预估我们餐厅的业绩会因为这样子掉了大概6-7成。尽管交通部长林佳龙佮宣布要开36亿国旅补助，不过旅行业者不满，因为政府今日也要开钱救观光。我想觉得这个是一个头痛医脚的一个政策，台湾的那个做法反而不是第一步，不是补充客源，第一步是想怎么样赶快撒钱，这个是很糟糕的做法。旅行业者批评政府救观光永远是治标无治本。今年顶半年1到6月，整体中国旅客人次有167万，占所有来台湾的外国观光客将近3成。自由行旅客有66万，占整体5成。这样子的饭店在台东来讲，有占到20%，房间数2-3千间，这样子整个气氛啊，或者是整个价格啊，或者是整个业务处理方向都会比较艰难。台东观光协会表示，当地挖靠着自由行旅客客源的俗家饭店，差不多占2000到3000间的房间，下半年可能面临空城。好俗家饭店为了吸引国旅市场，恶性减价竞争。记者综合报道。虽然中国伫咧限制中国游客来台湾自由行，不过咱的内政部今仔来宣布，若是假也是带中国人，会使互因3000顶以内的核心家属来台湾甲因探望，也展现台湾的人权价值。来到台湾超过14天时间的林佳龙，生活就如一透早就来到移民署台南市第2服务站来送件，期盼一家人会当来台湾探机。3年前伫台湾买了新厝，住伫对岸的厝的人原本是欢喜要来台湾探亲，但是因小弟的某资格是无符合3000顶会亲的规定，无法度申请来台。但是新法实施，对过去的3000顶会亲，放宽到3000顶会亲的配偶，林佳龙终于有机会，互厝的人都会当到台湾来相催。我那天算了一下，大概是890天的等待，对于陆配来讲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它可以让陆配在人生很多重要的阶段，不至于因为家人的缺席而产生缺憾。我也非常感谢政府有听到我们的需求。中国是限制陆客来台湾自由行，内政部嘛选伫这一天宣布，考量强化人权的观念之下，放宽了中国配偶亲属的探亲规定，展现台湾的人权价值。放宽新规定的第一天，除了台南、桃园嘛有人送件来申请，就会使看见这处的修法是符合需求。可见他们对这个亲情团聚的这个权利呢，是一直渴望哈。那我们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人权的考量跟2公约的精神，我们来落实。所以我们同时在今天是有放宽，也有管制。那对于人权的这一块，我们是特别的重视。新修正的规定，除了放宽3顶亲、会亲配偶来台，嘛同步调整来台医美健检、入境证件有效期对6个月修正为3个月，以强化出入境管理机制。内政部表示，这次的新规定，除了是促进两化正面交流，嘛强化人流的管理，达到安全控管的目标。记者王正云台南报道。昨晚半暝啊，伫金门辽乐湾东南外海发生台湾的货轮甲中国军舰去相撞A着以外，中国军舰本地要将咱的货轮带登去厦门，金门海巡接到通报了后，也随出动2台的巡防艇，咱的海巡也真拼势，成功安护咱的货轮登到金门。这蓝色的大货轮，船头的正面真明显有互人挨到的痕迹，这是咱台湾的友台1号。昨尾仔马要驶去高雄，所含中国军舰伫金门辽乐港南东方19.5海里的所在相落。代志发生了后，中国军舰佮要求要甲友台1号带登去厦门。该艘军舰以尾部受创严重，航行受限，必须立即进厦门港避难为由，拒绝停船。那之后就与巡防艇断绝通联。根据了解，金门海巡队伫7月31日暗时8点外接到通报，随派2只100吨的巡防艇去救援。透过雷达发现咱的货轮对厦门驶去，
中国军舰对伫后壁，海巡人员随用无线电要求货轮的船长，要改变方向，驶对廖罗港才来，由海巡艇改互因。另外一只顺风艇联络中国军舰，不过对方无愿意停船接受搜证。海巡署顶部嘛表示，因为昨暝天色已经真暗，所以无法度看清楚船的编号。那我们会进行海事调查，那再去根据那个 AIS 的轨迹呢，去做一个判断是这样子。因为军舰上面一般都没有 AIS， 所以也只有我方船只的 AIS， 那这样在判别上可能会有单方面判别上会有困难。加在咱的友台1号货轮无人受伤，船头下着嘛无啥严重，昨暝已经驶倒转来停伫廖罗港区。不过相关的调查事情，今仔日会移交予航港局中部航务中心，请因继续调查，针对海事的责任，搁再查核清楚。记者李定报道。伫澳洲有一间大学，离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这月30日有一场反中国影响力的和平示威，因也声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更加要求学校爱甲孔子学院关起来，防止中国入侵校园。不过有一个学生也烦恼讲，会互中国来列做恶名单，所以因唔敢参加。Free Hong Kong! Free Hong Kong! Free Hong Kong! 学生怀口号其实诉求多元，和香港自由是相关24号伫昆士兰大学校园，以静坐抗议港府修订逃犯条例，香港留学生当时引来超过200名中国留学生围堵发生冲突。中国了后发声明，肯定中国留学生自发的爱国行为，不过这场抗议力量无大。经过地方媒体报道，有寡人烦恼之后，对中国被算笑唔敢参加。Your university accepting blood money, decoration and awards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 government which commits mass cultural genocide against the Uyghur Muslim minority in China, amongst other atrocities. 因又去呼吁昆士兰大学关掉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因为孔子学院汉学教育内容是由中国审查，抗议学生认为中国才来干涉澳洲教育机构的自主权。Why have the university been silent on our concerns for a week after the initial protest? We know exactly why.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n campus yields so much power over our university that it can't abide any criticism against it. 还有10几位警察也参加这场抗议活动。经过外电报道，这学校分别为中国得到相当新台票210万到310万的前期资金，以及3000本中文书甲其他教材。澳洲政府去年通过法案，防止外国势力干涉内政，其中外国影响透明计划法，就是要求澳洲机构甲个人必须依法申报甲外国政府的关系。目前澳洲政府已经对13间涉及孔子学院的大学展开调查，就媒体报道13间大学拢无依法申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公安局走私粉的案件，检到今仔日中昼也已经约谈前资深副总罗雅美，加康品部前副总曲江信，落尾也送到台北地检署继续来甲询问。不过新北市调查处的处长蔡文龙伫咧网络群组要求这个调查人员爱严守侦查无公开，这句话互人掠夺转出去。不过这款的行为是无应该的，目前是由督察处当咧查。私粉案直直发展，即马传出讲新北市调查处处长蔡文龙伫咧网络干部群组当中，甲调查官讲私粉案真敏感，叫大家爱严守侦查不公开等等的对话内容，煞被截图流出去，甚至讲被暗指是接受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检举私粉案的一名组长级的调查官，敢若是涉嫌涉密。调查局认为损害到风纪，当由督察处咧调查这个要白也是啥人。黄国昌他自己接说那个一周刊，还有在这边他讲的，他自己有追悼者，他不是在讲那什么周显志的老婆的接到的检举吗？他自己有追悼者，所有资料都是追悼者提供给他的，然后他再转提供给我们。怎么说我们调查也是变成孙侯龙，那这个差很多了既然我是孙侯龙的话，我干嘛再透过黄国昌来爆料？我就自己弄就好了。蔡文龙强调。侦办私粉案的过程，拢严守侦查不公开的原则，对家己甚至讲是当人被抹黑，感觉真艰苦。不过调查立委是认为，若是有影有要白啊涉密，甚至讲互案情逐工都有通好逼出来，影响检调办案的进度，都应该爱好好查办。我认为有，因为消息一直在往外泄露出来，那一波一波的泄露出来，所以我认为有孙侯龙。那问这个有没有侦查不公开的问题，检调恐怕
要进一步去检讨。这件事情其实还蛮让人感到难过的，那所以就很希望说，这个检调单位就尽快侦办，那行政调查加速一点。伫诉讼案侦办动作方面，检调伫7月31日兵分2路，除了北检检察官持续去国安局讯问有主文分的人，目前至少完成80人的讯问。新北市调查处嘛约谈华航空品处协理吴瑶和高宿管等10名华航员工，来了解专机免税品购买以及私分主文流程等内容。经过以上北检复审了后，伫7月透早全部请回。记者综合报道。咱镜头看到台中的太平市区，有民众看到高山伫咧市区备电火条啊，也去人的菜园啊共算灯。农业局认为讲，这就是山区农民饲的狗逃走出来啊。虽然讲这个猕猴已经是一般的野生动物，不过根据法律规定是袂使乱饲，上当会当罚伊30万。虽然减一只脚，但是这只成年的狗动作也是真美丽，一个啊跳去厝顶，一个啊搁伫电线喊来喊去。民众翕到这款的画面，煞是伫台中太平市区，转来同一个所在，同款搁看到这只高山啊伫遐走来走去。我无吃，还会回下来食番薯叶啊，食迄果实啊。安尼。哦，是。对。大家拢有看过。对。狗的防备心真重，一看到人就激出凶悍的表情，随跳去厝顶走甲无看的。但是市区车来来去去，当地居民真烦恼，狗可能会受伤，嘛有可能因为惊到去伤害附近的人。若是市区哪会出现高山啊？有民众讲是山区做事的农民驾饲的，煞逃走出去。你山上你知道吼，人偷出东西啦，啊人登丢啦。在市区这边一定是有人饲养的，对啊，因为它就是单一只猴子，然后它又没有跟外面的绿地有连接，所以一定是有人饲养，然后跑出来或放出来的这样。专家去现场了解，初步认为是人饲的逃走出来，伫市区黑白种可能有安全的疑虑，已经通报农业局。农业局除了爱甲抓起来，嘛爱查清楚，敢是有人偷饲的。即使它从保育类变成非保育类，也没有说放任大家可以随便去饲养或是干嘛的，没有农业局表示，目前台湾狗已经属于一般类野生动物，但是若无申请，目前依法也是袂当饲，相当会当罚30万，也提醒民众莫接近甲饲伊食物件。即马已经准备爱甲抓起来。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是旧历的7月初1。阴间的好兄弟来到阳世间接受信徒的供养，也因为庙内的钟鼓声是通天地，今日来搅了着好兄弟唔愿意来听经受道，来遮受到信徒的供养。伫婚林西里复兴宫太平马遐，也照着鼓励来奉钟鼓，伫民间信仰也当看到满满的人情味。庙方人员摕风条、风筝、风鼓，书这当伫咧上经并告太平马，婚林西里复兴宫照鼓励举办奉钟鼓仪式。妈祖慈悲，阿要互这个好兄弟啊，伊1年1度伊的假期这个平安日莫去甲因搅扰着，这是妈祖慈悲一切妈祖的行程甲这个信众要来拜拜，这个拢无关系。7月4日，当时好兄弟出来佚佗放假的时间，为着卖好来到阳间的神明好兄弟，听到钟声、鼓声去拍青镜，唔敢接受阳间的普渡，所以按7月初1到8月初1，庙的袂放炮啊，袂替人伤惊，希望互好兄弟安心接受民间的款待。每年就是拢有办这普渡法会，每一年伫咧这个月大是23，月小是22。这个各地的善信大德会当来参与安尼来共襄盛举。民众在中原普渡时，会穿好了的，互好兄弟食青草。这其实参奉钟鼓仪式，替人设想的精神，要共啊要共。信众也祈求在这段时间，大家拢平安顺遂。记者综合报道。伫金门除了有风师爷来到看过以外，金门有的所在门道顶面会挂蒜头、竹符、毛笔，甚至是仙人掌来替民众挡煞消灾。民间信仰变做真特殊的景观，也是当地的重要民俗观光资产。
大家拢知影，金门的风狮爷真出名，有的徛，有的坐。伫咧庄头外围的路口顶风制煞，是定看伊的避邪物。另外，较少看到的有一寡金门古厝，嘛用蒜头、竹胡啊、毛笔，甚至是仙人掌来制煞消灾。因为就这个宇宙观来讲啊，其实煞气是存在的。金门无好建造，佮加上地理位置是海防的重要据点。明代以来，经过真侪场战乱，金门的民众为着要避邪祈福，真侪人拢识伫避邪物。那有的呢是复合性的，它为了增强效果，比如说我们这个安琪那个村路旁边那个风机摇令箭，那个就是最典型的。啊，我称它叫复合式的，它用烘炉。八卦、风机、令箭。金门较早用来制作避邪物，因为大庄头的风俗无同，有真侪无同款的种类，造型嘛真丰富。金门的民间信仰打造特殊的文化风景，这嘛是民俗观光的宝贝资产。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为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为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为25度到32度，东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27度到32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只有技师看牧羊赛，也感谢今日您的收看，我是嘉豪，我在同一时间咱再会。听球舞台，世界就是你的。2019年第5届 WBSC U12世界杯少棒锦标赛，对7月26开始，公司台语台现场播送。